来关心这个公安的意外。在台中市工业区有一间金属的处理公司，昨天发生公安的意外，有6个工人在洗槽仔的时阵，那像是内底一氧化碳过量，却昏倒在内底，有赶紧送病院急救。我们现场是有测到一些像 CO 的数值是有超标了哦，那还是说因为这种槽体比较密闭、通风不良的地方，其实应该还是要带一些空气呼吸器等等啦哦，避免有时候是有沼气啦、一氧化碳或者一些有毒气体的蓄积，会容易造成人员你的瞬间就是可能会意识改变。初步了解，这间公司派台湾的干部带5个越南的移工爬入去内底洗槽仔。想袂到中昼啊，还拢无看到人转来，才发现讲有人昏在内底，已经有紧送病院。因劳动工场嘛派人去做劳动检查，发现这槽仔内底还有其他有毒的气体，嘛已经要求停工改善，上当会罚30万。